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這個和民眾黨開除黨籍的立委李正秀，昨暝開直播，講伊已經申請到假處分，要用王金平的模式來保住伊的黨籍，已經甲透露講是伊個搶袂走。啊，民眾黨的黨主席黃國昌講，李正秀甲王金平的狀況完全無共款，所以就交予司法定數去處理。這是啥物？夠了！在直播中提出發言的手機，和民眾黨開除黨籍的立委李正秀，唔那少年說上政論節目批評民眾黨，嘛已經申請假處分。這個就是循王金平模式申請假處分，是我的搶不走，不是我的留不住。主張民眾黨對開除的聽書有重大問題，要求暫停相關的處分聽書。是講李正秀所講的王金平模式是在2013年王金平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了後。隨甲法院申請假處分有準，會在官司期間會當繼續保有黨籍、立委釋處甲立法院院長的補助。是講王金平當然是依照人民團體法，驗過2017年政黨法通過了後，政黨處分黨員是依照各黨定的中庭甲聽書。法律界的人嘛認為講，除非李正秀會當證明講民眾黨的聽書有重大的問題，安尼官司才會贏。每個人都有他的權利，我們也都是相對的，我們都是尊重。那至於呢，在法院的攻防，我們就留到上法院的時候再說。民眾黨主席黃國昌講，大概2天前就知影，不過李正秀甲王金平的狀況無共款，交司法去處理，未去煩惱。是講後補的柯忠信將在4月22日就任，若是講法院在柯忠信就職前採准假處分，暫停執行李正秀的瀆職處分，安尼會出現一個席位2個立委的問題。我想這個應該由我們黨團這邊來回答，來回復比較妥當。無要針對假設性的問題做回應，李正秀的黨籍爭議要安怎化解？即馬正式行法院，一切都交由司法去定斷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